哇，真係黃金敷上面啊！呢個就係 Perface 攞獎嘅細胞重新生大療程，做完皮膚真係好似拋咗光咁白淨，輪廓仲即刻 V 晒。重點係依家係680蚊一個價錢就做晒3個黃牌療程，一折都唔使啊！真係好癲啊！呢個金箔拋光煥膚入邊係黃金同埋人參根提取物，睇到啲成分都知道幾咁矜貴。按摩完之後，真係見住啲黃氣即時散晒，毛孔乾淨晒，皮膚好似開咗閃光燈咁白透亮，摸落去仲好滑添。跟住就到香港小姐朱千雪都最愛嘅 Indiba Pro Ionic 韌帶提拉細胞活化療程，用專利技術暖暖地電醒你啲細胞。呢個真係勁啊，係市場唯一韌帶提拉活化術。做完半邊面，蘋果肌即時泵起咗，輪廓 sharp 到好似 V 咗一樣啊！跟住最震撼嘅就係 Perface 全港獨家打斑神器 Six Pass Laser， 出邊打幾百發，呢度保證打足6000發啊！係出邊嘅12倍效果，精準擊碎淺、中、深黑色素，收毛孔去印快到你唔信啊！但係過程竟然係好舒服，完全唔傷皮膚。你睇下呢種發光緊緻嘅狀態，先係對自己最好嘅投資。680蚊做齊3個療程，呢個又豪又抵嘅療程一定要同大家分享啊！想同我一樣擁有黃金肌，即刻 click 下邊條 link 預約啦！成功網上登記，仲送你 The Organic Pharmacy Lift and Smooth Skin Care Kit 同埋 Perfect 2個月嘅 Oxygen 微高氧健身會所會籍，總值4370蚊，真係抵到癲啊！